台电启动高雄兴达电厂的小土团机组了后，引起外界质疑是头头棒。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等团体办记者会，指出小土团发电造成的健康危害是长期的，呼吁立法院要赶紧通过2018年中火无收土团的决议。5月17日，台湾进入恢复加远了后，稳定电量减少，加上要到热天用电需求提悬，各界拢质疑台电火力全开。前一日阁因为花莲和平电厂跳机地数批转容率无到8%，所以启用兴达小土团机组。拜日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和医师召开记者会表示，虽然台湾 PM2.5的年平均数值已经接近目前政府定的标准12微克，但中南部普遍的浓度拢真高，要求政府要重视。半暝也就无啥车，就落落来。但是燃煤是24点钟随时咧烧，24点钟随时咧烧。啊，伊佫比车佫较毒，我经常讲的，为心脏嘛较毒，为死亡率嘛较毒，啊，所有啥拢较毒的时阵，啊，伊佫24点钟咧烧，所以迄是足恐怖、足恐怖的。台中发电厂使用的小土炭机组因为真旧，发电的效率低，同款发电量的用土炭量是相关的。尤其台湾暗时甚至超过9成拢是外靠火力发电，民众烦恼的是长期的健康风险。有医师表示，根据研究，这30档女性肺癌发生率直直压悬，发现和 PM2.5有关系。另外，有医师针对中华的学生囡仔做细菌的研究，发现有严重的健康危害。那腺癌就是它不是在气管、支气管，而是在更呼吸道的最末端，就是肺泡。那么这个肺泡因为 PM2.5它非常细小，就直接穿过肺泡到全身的系统，所以它影响的是不只是肺癌。这个年均值PM2.5每上升1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对这些气喘的发生、喘鸣的发生，还有肺功能、还有呼吸道的发炎反应都会有影响。团团认为，行政院规划2034年中火无烧土炭上万，全面的健康未堪这等。希望后礼拜2立法院通顺利通过2028年中火无烧土炭的决议文。记者梁家嘅小桂林台北报道。